今日太陽好好啊，坤少咧嚟到雅居樂萬象郡二期呢個小區啊，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套咧電梯嘅一套全新裝修嘅3房2廁嚇。咁可以睇到咧萬象郡二期呢個小區嘅話咧，就同別墅區係一齊㗎，所以洋房啲密度咧係非常之低，視野係非常好嘅一個別墅區嘅洋房嚟㗎嚇。咁萬象郡二期咧就係2017年交付使用嘅嚇，到而家為止咧10年都未有嘅嚇，所以入邊都係非常之新淨嘅嚇。咁今日坤少要推薦嘅呢套30樓咧，就係正南向，建築105方啊，業主咧係毛坯做咗個全新嘅裝修，入邊咧視野靚，同埋咧裝修亦都係好有品質嘅嚇。咁價錢咧相對嚟講都比較實惠嘅嚇。咁講咗咁多，我哋不如而家上去30樓望一望。我哋上到嚟30樓啊，可以發現原來嗰個木門咧已經換咗呢個精鋼門㗎啦，非常靚嚇。咁呢一套30樓咧係香港業主哦，毛坯全新裝修嘅，睇到未啊？即係而家咧所有嗰啲餐邊櫃啊、餐台呢啲啊，全部都係新買嘅，然之後裝修亦都係全新嘅嚇。咁佢過嚟做第一個改動咧，就將廚房咧氹大咗噶啦，然之後氹大咗咧就呢度可以放一個雙開門嘅大雪櫃啦嚇。然之後櫥櫃呢啲啊、吊櫥啊呢啲櫃啊，全部都有，即係收納空間咧係足夠噶啦。跟住咧，以前呢個生活陽台嘅位置咧就氹咗做一個星盆洗菜啊、洗手嘅位置嚇。然之後呢個陽台咧，生活陽台嘅位置而家氹出嚟之後，你可以見到望出去咧係一片別墅景，係非常靚嘅嚇。講嘅採光嘅話咧，你平時廚房係完全唔需要開燈喎，一樣係咁光猛嘅嚇。我覺得呢個廚房咧真係可以加到100分嘅嚇。咁餐廳嘅位置出嚟咧就係一個客廳啦。客廳呢度咧開間大概3米6、3米8度啦嚇。咁可以見到啊，成個光線都非常靚嘅嚇。咁呢啲係比較現代嗰啲原木風嗰啲電視背景啊，同埋呢個電視櫃咧係一 set 過嘅嚇。所以咧，我覺得成個搭配都非常靚仔嚇。梳化咧仲係有做咗個梳化嘅背景啊，呢啲背板同呢個背景牆咧啲色咧都搭得比較靚。咁客廳出嚟咧係一個正南朝向嘅陽台啦，可以見到嚇。你喺萬象郡二期嚟講咧，非常之難得哦，可以見到哦正南向嘅3房2衛，望到山景啦，望到樓下嘅別墅景啦，全部係比較闊嘅一個樓間距嘅嚇。所以呢間樓嘅視野同埋朝向咧都係非常靚仔，係非常難得嘅嚇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再睇下啦。呢間屋廳除咗擺滿咗家具之後咧，連嗰個風管機都幫你做好噶啦嚇。現代非常主流嘅一個無主燈設計咧，亦都幫你保留咗噶啦。OK 啦，跟住我哋過嚟休息區睇睇下。105方咧做到呢間客房有咁嘅面積咧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實用噶啦嚇。你呢張呢個房間，你擺咗1.5米或者1.8米床之後放衣櫃都係有空間嘅富裕嘅嚇，同埋一樣帶咗成2米幾嘅大飄窗嘅嚇。呢個咧一樣係正南朝向嘅。105方咧，佢做咗2間房係向正南朝向嘅啦。咁呢個工位咧就中規中矩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嘅嚇。跟住最細嘅呢間房咧，可以見到啊，一樣可以擺到夾硬擺呢1.5米床都擺到嘅嚇。然之後一樣有個細細地嘅飄窗。望出去嘅景咧就啱啱廚房個景啦，望到別墅嘅非常之舒服噶啦嚇。咁跟住睇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嘅衞生間咧就稍為大啲嘅嚇，做咗個智能馬桶啊、乾濕分離啊嚇。跟住睇下呢個主人房咧，呢邊咧亦都係正南朝向喎。呢個廳嘅飄窗較晒大啊，然之後望山望別墅景，非常之好嘅光線嚇。可以見到啊，電梯30樓咧就唔係頂樓嚟嘅，因為佢最高係32樓嘅嚇。即係萬象郡二期呢個小區位置都算好嘅，出去咧有 T91 啦，同埋931啦，直接可以去到珠海拱北同埋港珠澳大橋坐金巴翻香港嘅嚇。咁呢間30樓咧，大概入邊嗰啲格局同埋裝修咧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啦嚇。如果近期咧想喺振華路買呢啲全新嘅3房，對朝向樓層都有要求嘅，亦都對裝修咧又要全新裝修嘅。咁咧呢套咧就值得嚟睇一睇㗎嚇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就私信坤少現場預約睇房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